估計係呢個原因。特朗普違反咗佢想當初競選時嗰個承諾啊，就係唔再拖美麗國嘅軍隊入去一啲無止境嘅戰爭裏面。但係呢次佢食言啦。有冇諗過呢？點解特朗普咁唔中意實體戰爭，今次都要參與伊朗同以色列之間嘅衝突嘅？莫非普遍嘅人都以為以色列背後嘅大佬係美麗國？其實美麗國背後嘅大佬係以色列啊！以色列乜嘢最出名啊？聽聞係佢哋嘅摩薩德暗殺集團啊！佢哋有咩做唔出啊？當佢哋不斷地受伊朗嘅飛彈威脅，佢哋就梗係同特朗普講：嗱，如果你唔幫我嘅話呢，因住你條命啊，我哋可以隨時攞你命喎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特朗普本來唔想參戰㗎，呢下冇辦法啦，都要入嚟同佢哋癲啦！開戰容易，收尾難啊！而家你炸咗人哋3個核設施，係核設施啊！人哋一定唔會放過你，一定唔會放過美麗國喺中東裏面所有嘅根據地。伊朗今日話會封鎖穆爾茲海峽，有好多網民就留言話：我收入都係2-3千蚊嘅啫，同我又有咩關係啊？大家要知道，封鎖穆爾茲海峽，即係代表住好多油輪出唔到嚟，咁就會令到全球油價上升。全球油價上升就會導致物價騰貴。對於普羅百姓嚟講，點會冇影響呢？對於我頭先描述點解特朗普要捲入呢場戰爭嘅原因，你認同嗎？你覺得呢場仗會打幾耐啊？對我哋嘅祖國有咩影響啊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啦！